伫咧立冬前之前呢，这新北市和嘉义市拢宣布要推动国中小营养午餐免钱的政策，也就是台湾22个县市对今年9月新学期开始，这国中小的营养午餐拢免钱啊。不过，国教并是呼吁讲，目前也无营养午餐的专法，各县市的标准也拢无统一，呼吁立法院就要赶紧通过营养午餐专法的立法，互教育边关是按地理也个财政等问题有统一的标准。 今年初开始，台湾各县市相继宣布囡仔营养午餐免钱的政策。原本干那新北市甲嘉义市也未宣布，结果4月初1，新北市宣布要跟对了后，嘉义市嘛伫初2宣布营养午餐免钱。学生的营养午餐的这个部分，我在这个地方正式的宣布，从115年8月31号起，全面推动。 新北市公私立国中小营养午餐免费，就是学童午餐免费。我想再这样，就是把教育做得好，让孩子安心，让家长更能放心。我想这是送给孩子最好的儿童节礼物。 另外，台北市长就万安拜四是宣布9月开始，唔但有免费营养午餐，卖提升食材品质甲食安的水准。虽然为今年9月新学期开学，台湾的22个县市各中各小营养午餐拢免钱，不过国教面是呼吁立法院就要赶紧通过营养午餐专法的立法，甲教育边关是按地理、财政等等的问题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。 那目前的没有专法之下，都分散在各个法规里面，食品安全的法规，还有营养午餐专法，学校卫生法，这些都是分散的。那你没有统一来去定22县市自治的状况下，会有22种办法出来，这将是非常恐怖的事情。 自动在进前，国民发新闻稿提醒，国民教育就该人爱平等，却因为各县市的财政有争差，出现无共对待。预算本较粗的县市为着竞争，拼势投入资源，致使弱势县市被逼经队，恐惊嘛压缩着校园其他的教育开销。记者郭正阳、谢桂林、林伟霆综合报道。